今天全是菠萝，你们谁先选？菠萝，我不喜欢，你先别。没品味。这么多，有点喜欢上菠萝了。好了，什么吃法？这是我们家的剁椒小腿，采用的都是新鲜笋尖制作，搭配上秘制剁辣椒，含香味十足，嘎嘎下饭。看我的！哎呀，多少呢？干杯！